把大家心中都融化了哈，都融化了。他们连续2场都一起来献诗哈，感谢主的恩典。好啊，我们要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那下半段哦，我们请弟兄姐妹大家不能先离开，因为我们要有一个问卷的事工。按你们手上如果有没笔的，等一下记得拿笔。我们要后半段哈，牧师祷告完有一个写我们的问卷小组问卷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这个父亲节的节日，看到这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唱了可爱、活泼又充满感恩的诗歌，我们献上感谢。是的，主啊，因为你创造父亲的形象在我们的人类的当中，我们要活出主耶稣上帝创造的恩典，也能够活出主耶稣爱的样式，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神满满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得到学习，求你带领我们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父亲是富家勇士，那主要是要透过这2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是诗篇，那今天我是从第2段经文先开始讲起了哈。第1段的诗篇是在提到说，做一个家长从神领受到的职分，就是要将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传扬给下一代。等一下我们会再做一点学习，不过我们要先从这一段经文开始，是马拉基书的4章第5到第6节。如果我们有在翻阅圣经的话，都知道这2节经文就是我们所有旧约圣经那么多卷最后一卷马拉基，而且是最后2节经文。但是这2节经文呢，其实充满了一种挑战，或是所谓的一个提醒第5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什么呢？我们马拉基书第4章是1节到第6节，那前面其实有一个前提啦，他是这样说，他说：“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那日子快到了，所有狂傲邪恶的人都要像麦秸一样被烧掉，那一天，他们要被烧尽，都不存留。”换句话说，一切狂傲邪恶的人就是被烧尽，就是这里所说的大而可畏之日，大而可畏之日。然后他留了一个伏笔，他说：“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到哦，但是以利亚要先来。那先来做什么事呢？他说第6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前面是讲的非常的很大的挑战，严格啦，但是留了一个前伏笔，他说：“我要派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促使你们怎么样？他必使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然后，如果这个事情完成了，就我不会用咒诅来让这个遍地受苦。所以，神呢，在他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他用这样的呼召，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回复到他原先创造人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组织形象跟恩典，就是家庭能够重新恢复起来。特别是他说，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所以马拉基书呢，也算是一个寻回父亲，或是寻回父爱，或是寻回父亲形象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告。他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两三个情况来学习。第一个，他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受掳归回了，他们曾经亡国，然后马拉基书已经是他们
受掳归回的那一个时段了，大概主前460年到30年之间。那归回后，当时代的先知有哈该先知、撒迦利亚先知呢，他们曾经发预言说：“哎，我们受告那么多苦，亡国之苦，被遣散，或是被人民被抓到异邦，啊，当亡国奴，这个难过的日子要结束了。上帝荣耀的国度将要来。你看，当时这一群遇到那么大艰难啊、颠沛流离的百姓，能够回到故乡，而且被先知宣告说，这一个荣耀的国度要来。你看，人不会感到非常的感恩吗？就是一种期待，一种盼望。但是呢，这个宣告，他们也充满了盼望。不过，日子并不是像我们好像有一个行程规划啊，是我们的时间表都把它列好了，什么时候要举行什么事情。我们这个礼拜父亲节，下个礼拜就要举办48周年的感恩节庆了。它不是，那个时间是人无法去预测的。就好像前2个礼拜牧师在讲有关山的故事哈，我说我们跟原住民这些弟兄或是这些原住民的百姓去爬山，带领我们过哪一个山，哪一个转角，他会讲说没多远啦，转个弯就到了啦哈，你就要自己评估说，他讲的转个弯，你可能要走个2、3个小时才走得到，那个时间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荣耀的国度，心中高兴而已，但是没有一个预备心呢。所以没多久，过了多年，看不见这个所谓神的国度荣耀的踪影，所以百姓开始失望啦、慌乱啦，感觉有点心烦气躁不耐烦。又加上他们刚刚归回，重建家园的都还没完整好，土地又遇到干旱，农作物欠收，人民穷困，周围敌人虎视眈眈，种种的不顺利的事情，所以让他们就更加的焦虑了。就那个时间，这个环境，我们台南或是南部，前2个礼拜才发生大水灾，很多农田都被淹没掉了，那西边的那些田都消失掉了，西瓜都被冲走了。你看我们这些农民，他们不是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把它恢复起来吗？我们现在吃的菜现在很贵了，因为那些菜都被流失掉了。那更何况这一群百姓是亡国了，被迁走了，然后又让他回来。你看，一切家园待重整，在那种焦虑环境之下，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预言未到，灰心失望。他们甚至怀疑上帝的爱跟公义，是不是这个承诺是不是真的还假的呢？他们失去了热忱，也对上帝的敬畏失去了，以至于做礼拜大家似有若无的，不是专心，不热诚，好像圣殿的崇拜流于形式了。那更不用说人民的家庭跟伦理道德就每况愈下。弟兄姐妹，这个有一个关联呢，对不对？我们互相教会做礼拜，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渴慕，这个会影响你的家，因为你心没有打开，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也会受影响。所以做礼拜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表演一样，而是虔诚的心投入，让神的恩膏串流在你的身上。那当时的百姓是负面的，因为他们热情消失了，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这段经文，就是马拉基先知他勉励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2、3次了他说：“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使怎么样？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他把它归回到一个焦点，就是恢复家庭，恢复父亲跟儿女的那个关系。儿女能够对父亲的孝顺，或是听话，或是顺服，这个是变成以先知的一个核心的核心。那
这个先知马拉基的训勉，他是这样子，是期盼身为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其实就是在寻回一个家庭的应有的伦理跟秩序，然后让社会成为不要让社会变成一个无父无儿女的世代。如果是这样，连家庭的伦理纲常都破坏掉了，那等于上帝看到这个社会大概救不了了，对不对？就是完全毁坏掉了，架构都失去了，所以等于就是要来审判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他把家庭的伦理、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弄得最重要。那圣经学者他就用这段经文因为它前前后后我们看起来好像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不过应该有2个层面两个层面的意思哈。那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是灵性方面的，以利亚的来到，要使当代不敬畏神、悖逆的百姓，就是我们这一群百姓是儿女的和儿女的一个范畴，那归回正途，跟以色列这些敬虔的祖先一样，就是父亲把我们敬虔的心回来敬畏神，这个也是儿女对于我们天父上帝。那上帝他要用爱来呼召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层次灵性的方面。那让这一个以色列百姓能够再重新回到敬畏神的一个层面上。那第二个是社会的层面。什么叫社会的层面？就是以利亚他来，就是实际要让家庭能够恢复和谐的关系。因为当时因为社会一片混乱，常常有那个把妻子离弃了，然后就另外找新的对象，那感到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变成一个所谓的无父的世代。无父的世代，除了人跟上帝关系的疏离以外，远离上帝之外，也成为无父的百姓。他们一个婚姻的不和谐、单亲的家庭的问题以致很多事情就看见了这个负面的事情产生了。那这个当然它不是在指个别的，而是整个普遍的形象那个形态，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恢复、把它装备起来、把它重新修复起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马拉基对当时社会的一个呼召。其实某一种程度也在让我们这个社会看见，神所看重的是家庭的美好。所以在诗篇78篇的4到7节，也同样在提醒我们做长辈啦、父亲或是做父母的责任。他说，第一个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全能和一切奇妙的作为。做父亲的责任是要坚守对下一代来阐述上帝的美德、全能还一切奇妙的作为。他再一次提醒说，他命令我们的祖宗把他的法律传给子孙，使后代学习，再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他看到这一个教导或是这样的命令是一个传承性的。不是说我尽我的责任就好了，你教导儿女听见神的法律、神的教导、神的美德之外，你还要教你的子女，要传给下一代。这个是神在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子孙他们会信靠上帝，不忘记他的作为，永远遵守他的诫命。这个世代的传承，或是把神的恩典世代传承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孩子他学会信靠神。我们不是把孩子教得很聪明，读书读得很棒，考上好的学校，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变成顶尖的、卓越的。他是要让说，你无论是很聪明、很卓越，或是很平庸，或是普通的，记得要学会信靠神。信靠神，不忘记他的作为，那这样才是做一个长辈、做一个父亲的责任。所以从诗篇或是马拉基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是父亲就是富家的勇士，父亲就是富家的勇士。特别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家庭的一个组织还是很正常在运行，但是你想想看，跟早期我们所谓的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父亲传他的衣钵给儿女，儿女继承父亲的工作，大概变化不大。家庭在一起，大家和乐一起吃饭，一起共同生活，这个是早期农村时代普遍的正常的情形。但是今天，我们社会进入到一个工商的时代，甚至一个是 AI 的时代，甚至是到一个社会像一个大机器，然后你我大家都进入到这个机器里面，就像一个螺丝钉，跟着它跑。你不能，除非你自己离群索居，到山上自己生活，自己耕作，要不然你要被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这个任务、你的时间绑住了。那这些，我们那个适应也没问题，但是最大的冲击就是家庭。家庭的时间会产生很多的牵扯。那所以呢，昨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工，就是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主的基金会他来播放一些人权或是社会关怀的影片。那昨天的对象是针对我们的松年的，因为松年有基本的观众嘛，所以他们这个民主的基金会他来做播放影片，在2个礼拜前曾经在青少年那边播放过。那片单不一样，昨天的片单它是播放在台北新店溪旁边有一群从花莲移民过来的阿美族的原住民，因为他们那边他习惯在溪边生活，因为他们阿美族是比较靠水而生的但是那边因为不是政府规定的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常常被赶、被拆迁。后来是他们努力，政府到最后给他们建一个永久的屋子的故事啦不过他昨天那个影片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桥段，就是其中有一个老阿伯，他呢已经年纪大了，走路也不是很稳了。然后他讲他的故事，他说他跟他的父亲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从花莲那个很漂亮的故乡移民到台北讨生活，然后后来长大他就考上了公路局的司机，当公路局的司机。那个时候刚好10大建设刚完成，不是台湾有10大建设吗？这个有年纪的才知道了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工程就是高速公路通车，民国60几年。他说他就是那个时候第1代的司机啦。好了。那现在考上司机，不像以前他在河边抓鱼啦、种菜就可以吃啦，天天跟家庭在一起。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5、6点就要出门，孩子还在睡觉，然后就赶到公路局的这个车站，然后开那一辆公路局的车，从台北出发到高雄，要开5个小时。那个时候车子还不算太多能开5个小时也不简单了好。开完5个小时，在高雄休息一下，然后又回程要载另外一批客人回到台北。他说回到台北整理完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多了，11点了，孩子又睡觉了。同样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他没有办法跟孩子有互动。你说他不爱孩子吗？爱呀，但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环境，这个工作的内容，让他没有办法有亲子的关系。这个故事呢，昨天那个影片，他是最后这个老人他自己走在故乡的街道上，然后讲一句话，他说：“我要认了，就是孩子跟他不亲了啦。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好像不在他身边，他那老了变成一个孤独的人，但是他自己也只好承认说，事情碰到这个事情，没办法改变，他心中只有接受。那我说这个是一个缩影了。
现在整个台湾的社会这种情况是变成一个正常的状况了。所以呢，有一个统计统计台湾的单亲家庭户外缺席的问题。2021年单亲家庭户数有96万3000多户，11年之间增加了19万户。那单亲家庭已占全台湾的家庭的总数10%，等于是1/10哈。那在2022年，台湾有12万对的新人结婚，但是有5万对离婚哈。那这表示什么？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批判的意思，他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台湾社会的现况。那是表示怎么样呢？教会的牧养的合场很大，因为单亲，这是一种状态，就是目前社会的状态我们不是贴标签，反倒是我们要有一个细腻的心去看到说，社会有这样的情况，需要我们更加的多的陪伴、关怀。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时候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会看到有这样的 based， 当他讲出他的心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对，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又不是他故意的，又不是他事情不做变成这样，没有了，完全是这个社会所产生的状态。然后教会要多付一份心力去关怀，去补足这个户外缺席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刚好今年呢，我们中会台南中会，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在推广。因为刚开始呢，他没办法直接在教会，他就邀请我们当牧师的去说明，说我们能不能来推动这个课程？什么课程呢？他就是说，男人是勇士男人是勇士。以前呢，我们教会最常的就是妇女团契，对不对？妇女团契、妈妈团契、姐妹团契，因为姐妹妈妈比较容易聚集嘛。那男生要聚集很困难的。不过他才发现说，哎呀，平常我们都把焦点关注在妈妈、妇女身上，其实做爸爸的更需要关怀。因为爸爸有时候孤单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倾诉，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课程是什么课程呢？它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圣经课程，是帮助男人取得生命中的成功，战胜每天所对抗的征战。那这个当然就是从美国发展起来，他们知道说，原来现在这个社会或是家庭的状况我们都在鼓励或是在关心姐妹，但是发现说最需要关心的可能是先生所以这是我们台南中会今年他因为要推广，所以要先从牧师去做培训，因为他不是说我把一本教材拿给你你们自己乱，不是，他是一定要有人先做培训，培训完，比如说我培训完了，我当种子，我来再找几位弟兄有意愿的弟兄一起来培训培训完他们才可以再去陪伴对方，像新的朋友。而且呢，他一次的课程不是2次，3个2个礼拜，是10个月这是我们最近台南中会所推动的，是从这个课程是美国2011年开始推动，已经影响了63个国家，24种语言，6万多人的生命。我们台湾或者中文版直到2019年才开始推广。那前推广是因为有一位参与这个事工的一个长老，他看到说，哇，这个能够带动我们全台湾的弟兄能够生命翻转这个太有价值了。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第一个去募款，第二个他自己免费的到处跑，台湾到处跑，去促成这样的课程，让他实际运作，而且所有的教材都免费，因为有人看见这个重要所以呢，我们台南的据点是先从活水教会那个陈牧师他们那边开始推动的，然后开始有一群弟兄姐妹开始学习，牧长开始学习。那今年我们长老教会台南中会就把它引进到我们的教会的层面过来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logo 就是一个男士呢，他跪在十字架面前了
他怎么解说这个 logo 的意义呢？他说：“我是一个跪在十字架前的勇士，我拒绝破碎又失败的世界，因为他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有盼望和永恒的奖赏。我是一个跪在十字架前的勇士。”啊，这是他们一个形象的照片了哈，就是弟兄大家彼此扶持。所以男人是勇士，我们不要把它很简短的把它理解说，好像每一个男生就很闷哈啊，或是感觉啊那个肌肉男，不是啦。他是说心灵是一个强壮的勇士，生命是强壮的勇士哈。好啊，这些都是他们形象的照片。那台湾已经推动3、4年了，他们觉得很有成效，而且他觉得这些弟兄感到非常的棒，所以他们在之前举行一个结业典礼的时候，哇，他们就在一个大饭店里面一起聚餐啊，这是在台北那边男人是勇士的学员的大合照这样子。那牧师介绍这个课程，不是说我们赶快来学习，因为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人去做种子培训之后他带回来教会。不过我在期待说，当我们这个课程有陪伴的同工之后，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勇敢来参加，因为他的要求不算说很严格，但是要照本来啦。比如说你不能缺席，你要会背经文，你每一天要灵修啊，你要一起来在差不多5、6个一个小组里面，大家一起共同来陪伴来读那这算是一种自我立约的意识那它分3册，也是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他说培训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弟兄，学会与神独处的灵修、经文的默想、祷告跟话语的应用，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有关婚姻跟儿女。他说在婚姻跟教养儿女的圣经方面是提供实用的帮助，就是说我怎么样回到家庭，我从弟兄的角度怎么样关注在婚姻关注在我的儿女身上，让他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那第3个就实际生活的层面了，就是有关金钱、有关性、有关工作方面，遇到艰难时刻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这方面有关金钱性艰难时刻，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推展这个课程呢？因为这一位开发的这个美国一个导航会的弟兄一个同工，他是发现说，很多圣经的课程，比如说我们在小组，我们在聚会，都比较少专注于男生方面的需求。一般的查经很好，但是针对弟兄的需求的没有把它整理出来。而且他发现说，95%的男性需要这个领域上帮助，因为在男性的群体对婚姻、对服事、对教养、对财务方面的挑战，有超过95%的弟兄他们都认为有需要。自己去灵修、自己查考，可能时间花很长，或是没有办法效果，所以他们就专注于男性这个要10个月的时间，等于是1个礼拜大概有90分钟的时间聚集。他不求人多，4、5个，有时候2个要配对，弟兄跟弟兄大家彼此背经，你背给我听，我背给你听这样子在带领者大概4、5个、5、6个这样子在这方面能够建立，而且各个层面都一起学习到，特别是有圣经的教导就是圣经用为生活财务管理、圣洁生活、战胜情欲这样子。所以这个男人是勇士的课程，预计在今年先推广在牧者的阶段那期待再来有机会，我们把这个课程能够成为我们互相教一个男生的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课程的目标他这个目标怎么样呢？他说，教会弟兄都被主兴起成为卓越的勇士，教会也成为卓越的教会。他说，当男人被兴起成为天国的将领，并且遵行圣经去行事为人，不但自己蒙福，而且成为他人的祝福。是的，我记得在20、30年前牧师在美国的时候，曾经看到有一个非常兴起的运动，
哈，也是由男生哈自己组成的。啊，他们的主题叫做 Promise Keeper，Promise Keeper，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守诺者，男生要守这个承诺，守神的承诺，要去照顾家庭，要去关心家庭，要为家庭牺牲付出。啊，这些都是弟兄自己自发性的一个活动。那感谢主，我们觉得这样的强调，在父亲节这个时间，也许让我们知道说，爸爸哈、父亲哈、男生哦，不要有时候太硬了。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跪在十字架前的勇士，勇士不是不掉泪，勇士不是不跪下，勇士不是不要在神面前谦卑悔改，而是从神的重新恩膏之下更成长、更强壮、更得神祝福。我要感谢主说，我们很多同工领袖都认为了，一致认为说，我们富强教会就是有一群可爱的男人勇士。大家有没有说阿门啊？弟兄，你是勇士，阿不阿门？因为我们很多人在比较说，我们台南众教会哈，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是比例最高的，而且是服侍最热心的，而且很谦卑的。大家如果认同，我期待呢，我们富强教会，在50周年的时候啊，男生被兴起，这个是我们的重大的事工了哈。我们说青少年的会兴起，我们的儿童被兴起。那当然姐妹已经很强了，不是说不重要，是姐妹哈，来为我们男士来祷告。我们曾经听过一句鼓励的话，他说：“姐妹跪祷，男士怎么样？起跑。”姐妹跪祷就为弟兄祷告，然后男士就勇敢向前冲了哈。我们教会真的你看我们的小组长哈，一半都是弟兄那我们的长职啦，我们的服侍团队啦哈，我们小组里面参与的部分，不会说都是姐妹比较多，男生很多。那这个是应该是彼此影响、彼此激励，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和谐跟热情哈，让人家很感动。所以我们姐妹平常就要多鼓励弟兄说：“你很棒，你是勇士你在小组里面，你在家庭里面你在教会里面都是神恩典的勇士。”愿神让我们每一个爸爸都是一个护家的勇士。勇士不是说好像有硬的事情要出面相挺而已啦，是因为你的爱，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这个是最大的勇士，护卫的勇士。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短歌如果有同工会唱的，可以拿麦克风帮忙牧师唱，因为这首诗歌很